我行入嚟第一個感覺就係好寧靜，但又唔會沉悶。夫婦兩個都好鍾意讀書、音樂同埋藝術，希望生活更加有層次，所以我哋用咗大量嘅自然元素，例如木紋、淺色石牆板，再用藝術漆牆同燈光營造出視覺嘅層次。聽講呢個單位有個特別設計，就係夫婦佢哋各有自己嘅空間。男戶主鍾意煮嘢食，廚房係佢嘅專屬天地，用咗 Island 台嘅設計，動線就係跟佢嘅習慣走法嚟編排嘅。至於女戶主就有一間裁縫房，設計重點係自然光構、收納夠，剪布、睇料都可以清清楚楚，唔使額外開強燈，對長時間做手作嚟講都會舒服好多嘅。你哋今次都幾多地方做趟門喎？提到趟門，都想介紹一下客房嘅位置。我哋係做咗雙重趟門嘅設計，出邊度趟門一拉埋就可以做一個獨立嘅套房，方便客人留宿嘅。成個單位咁大，但書房竟然唔做傳統間隔，同埋冇房門嘅喎。想知點解會咁設計？咁就要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去睇返設計師嘅詳細介紹啦。